艾比、亞斯、索特、蘭斯呢4個騎士聯合攻擊，令到飛虎隊基地陷入毀滅嘅狀態。不過 D 波因為要趕去阻止防衛軍發射廢元素導彈，所以冇辦法保護基地。面對呢個咁嘅危機，只有一個人肯唔顧性命、奮不顧身，向艾比佢哋展開挑戰啦！我一定要保護所有人。美琪，聯合宇宙曆192年5月6日，地球失去咗飛虎隊基地同防衛軍總部。好快過咗5個月，白魔神。仲等住嘅。好嘢，得咗啦，得咗啦。得噶啦！哇，好嘢啊，成功咗啦！睇吧，所有嘅拿達人呢，好快就俾我哋趕走晒㗎啦！爺爺啊，點解唔將佢哋消滅喎？樂夫啊，我哋做唔到㗎，以我哋嘅武器，冇可能消滅到拿達人嘅。而家能夠阻止到敵人佢哋嘅活動，有咁嘅收穫已經算唔錯㗎啦。啊！希望白魔神快啲嚟就好啦。嗯，白魔神？尋日有個人嚟到村莊，佢話白魔神一定可以幫到我哋消滅拿達人喎。只不過係一啲傳說嚟嘅啫，咪當真啊？唔係啊，嗰個人話佢親眼見過佢㗎。自從拿達人控制咗世界之後啊，唔單止係電話，甚至係電視啊，同所有通訊都斷絕。沙漠對面同埋山嘅後邊，究竟發生過乜嘢事啊？聽翻嚟嘅消息咧，都係傳言嚟嘅，有幾多成真，根本冇人知道。不過有白魔神嘅話，我哋就唔需要再受拿達人嘅欺負啦。爺爺，我就認為白魔神就係宇宙騎士。宇宙騎士？樂夫啊，我勸你啊，無謂發埋晒啲白日夢啊！我哋想要繼續生存呢，就只有靠自己力量嘅咋。不過白魔神嚟到就唔同㗎啦。總之記住，呢度嘅地下發電站一日可以供應能量，我哋咧就要設法啦，防止啲怪物嚟搶啊！樂夫啊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如果發電站嘅所在地洩漏出去咧，咁就麻煩㗎啦。
得啦得啦，大家排好隊啊！係啦，先生，你第一次嚟呢一度啊？你嚟呢一度係咪想攞啲能量咁啊？不過而家啲能量咧都唔知幾矜貴嘅，無論喺邊度都實施緊啊配給制度，但係為咗要避開拿達人，冇法子啦。嗱，不如飲啖水啦，哥哥。拿達人啊，快啲吸翻我過去，唔好行埋嚟啊！拿達人仲有嘅咩？可惡啊！如果發電機爛咗嘅話咧，呢條村就冇噶啦。快啲走啦！你快啲啲嚟啦！求下你啊，白魔神，快啲嚟啊！等我擋住佢哋，你哋快啲走。不過啊，快啲啊！嚟啦！再唔嚟嗰人會死噶啦！佢係白魔神啊！佢一定就係宇宙騎士嚟啊！白魔神啊！宇宙騎士嚟幫我哋啊！今次我哋有救星啦！再唔使驚嗰啲可惡嘅拿達人啊！你哋有本事可以打低啲拿達人咩？呢啲咁嘅宇宙騎士只係人類製造出嚟嘅垃圾啫！搞錯咗啦！我唔係 D-boy 啊！唔係宇宙騎士？你哋仲諗住繼續對抗啊？呢班蠢材啊，梗係嫌命長啦，根本就唔係我哋嘅對手！唔好咁大口氣住，較量完先再講啦！咩炮嚟㗎？好似拗痕咁，好似拗痕咁，你咪得戚住！
呀，咁快就玩完啦！可惡！白魔神，白魔神，樂夫啊，危險啊，翻嚟啦！咪過嚟啊！快脆啲走啊！我唔走，我點都唔走，就算走啊，都會俾人殺噶。咪放棄啊，蠢材！男人大丈夫，做嘢冇咁容易放棄嘅。我可以點做啊？我又冇白魔神咁嘅力量。你咪依賴白魔神啊！靠自己力量創出生路。雕蟲小技，呀！呀！真係冇用啊！死期到啦！呀！咩話？犀利啊，簡直係魔神啊！係佢啦，佢梗係白魔神啊！青椒華師，等我嚟做你嘅對手啊！奧列圖，D boy，太天真，咪走啊！今日嘅較量就到此為止啦！你記住，下次見面嗰陣就係你嘅死期啦！狼啊！好極啊！原來真係有白魔神㗎。係喎。不過嗰個哥哥講得好啱啊！
我太過依賴白魔神幫我哋係唔啱嘅。樂父，爺爺啊，我都要作戰啊！我哋差唔多有成5個月冇見面㗎啦嘛，未好啊嘛 ，D boy。有心係啦，你咁耐去咗邊度啊？喺5月6號嗰一日，你企！布列圖，我唔會俾你哋殺任何人嘅。包列圖哥哥，你企！當我翻到去飛虎隊基地嘅時候，基地已經無影無蹤。我並唔係唔關心你哋嘅生死，只不過我有一件事一定要辦咗先，就係我要打倒敵方嘅所有騎士，將美琪所講嘅拿達人基地夷為平地。唯有咁樣，呢5個月嚟，我不斷咁樣想辦法。D boy，正因為我要去月球，所以我要四周圍咁樣揾太空船。不過而家呢個時候，世界上邊已經冇太空船㗎啦。咁唯一嘅辦法，就係利用其他嘅騎士所擁有嘅噴射機能，一口氣飛上去宇宙。不過我嘅變身器，你想由其他嘅騎士嗰度得到變身器，所以喺5個月嚟飛嚟飛去，咁真係辛苦晒你啦。龍啊，美麗同埋隊長點啊？真係啊，你都唔好咁冇心肝啦 ，D boy。最關心你嘅人，你連問都唔問一聲。耶！你有冇搞錯㗎，美麗？切都唔切下，成串咁樣嘅。你仲好講添嘛？你快啲攞啲蘿蔔出嚟啦！至真係食蘿蔔㗎啦，美麗啊！我想食雞肉啊！啊！食雞肉？我夠話過我唔中意食雞肉啦。係啊，我中意啊嘛。食咗會變肥豬㗎。我肥啲仲靚啊！去啦嘛 ，D boy。D boy。啊！危機，你翻咗嚟啦。D boy。
エネルギーを求めてさすらう巨大ラダム銃が発電所に襲いかかる。窮地に陥ったブレードがアキに託したメッセージとは。次回宇宙の騎士鉄火マンブレード、戦いの野に花束を、仮面の下の涙を拭う。